而家係溫太同大家分享嘅時間。今日嘅題目係憐憫，經文係彌迦書6章8節。世人啊，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？只要你行公義、好憐憫、存謙卑的心，與你的神同行。彌迦書6章8節。以下係一個溫馨感人嘅故事。有一個士兵從打仗嘅前線衝到去醫院，因為佢爸爸已經係病危。佢係呢位垂危病人僅存嘅一個親人。佢戴住口罩走到去病房，睇見一位半昏迷嘅老人家，身上插着不同嘅喉管。但係佢仔細咁睇清楚，呢位病人確實唔係佢嘅父親。原來中間出咗好大嘅差錯，從軍隊中趕回來嘅應該係另一個人先至啱。士兵就問醫生：呢位病人仲能夠生存幾耐呢？醫生就話：差唔多啦，好在你及時趕到。士兵諗垂危嘅老人嘅仔都唔知道喺邊個角落打緊仗，而老人家撐住一口氣，就希望見到個仔最後一面。於是佢就俯身靠住床，握住老人嘅手，輕輕咁講：爸爸，我喺呢度，我返嚟啦。垂危嘅老人家緊緊握住伸過嚟嘅手，半睜着眼睛睇住佢，浮現一絲嘅微笑，慢慢吐出最後嘅一口氣。呢個孤寂嘅老人不致喺絕望中死去。我哋總可以為周圍嘅人做一啲事，只要有心，一句安慰嘅話，一個親切嘅擁抱，一個關愛嘅眼神，都能夠讓呢個冷漠嘅世界多一絲絲嘅溫暖。我哋同心禱告。親愛天父，喺我哋患難之中，我哋要默念你嘅全能。喺冇人幫助嘅時候，你曾經憐憫我哋。喺主耶穌基督身上，我哋睇到患難中順服的榜樣。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名求，阿門。